有4块骨头，好，知道。然后你大拇指这个你要先知道掌骨的位置，因为你活动掌骨这里有没有？这1、2、3、4、5上来就是手腕的骨头。有没有？所以你要这样。你如果不知道上下活动转动，就是让它交接在这里。好，所以你看我现在发现第2块骨头有一点问题。我可以稍微先放松这个掌骨。这个就是因为这样比较好用。这个太尖了，对吧？如果你要用这个的话，要这样，对吧？会酸吗？你看这平常不会动，但是其实它里面很紧的。但是你不要这样，这样很痛，受不了。往下压就好了。或是你压着，对不对？压着这样，然后活动。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样肌肉会动。它就等于在按摩它。然后这个过来的话，其实这个内侧这个也可以做，但是这里比较厚，你没有用工具可能很难。或者说是压着。我们放松这个，先放这个是为了等一下做掌骨比较好，腕骨、小骨头比较好做。然后你看这样活动度就比较多了。你看这个第2块腕骨，大拇指在这嘛，第1块、第2块，就下面有4块嘛。所以这一块可以从这里进来，也可以从这里进来，从这里进来。也可以从这里进来。所以你自己要摸清楚哦，在这里。你要让手像这样，就是侧着这样立起来。用手肘慢慢压。那个压着不需要按摩，你只要压着，然后看它会不会酸。但是这个位置在哪里？这个位置是在这里。所以你自己要确定好。这里。3。然后如果这一侧的话，就是第2指跟第3指之间。要从这里切。所以你要下压以后，然后往这边推。所以你要找这里。好，下压以后，慢慢下压，然后往前推。酸吗？差不多。很酸啊。但是不是要很力，你就是要控制到它刚好会酸到
觉得很酸这样，太大力它会受不了。 수도 따따스 겨울에서 그런 게 수도很酸吗？ 대청네 哦，所以你看它其实是卡在这个这个第二块下层的小骨头这里。 그럼 강가시로는 니바다 그지 원래 워 지금 가서 가사데 酸。来，先打，有比较松吗？还是一样？对，有对，有比较松。你看，我们就做那根骨头而已，所以有时候不是说这里的问题没有问题，是说如果你一直做这里，它效果没有很好，你要考虑到这个手腕的骨头。 제가 그런 거 저기 엄마 내사만 난데 아니 내를 제네 맞아 이제 산 갔다 오는 저는 거 저기 원래 진짜 좀 산 땅을 해라 所以你活动的时候要转动。 저런 게 거기다 끌어져 버려라 刚刚我们做这里，然后它反过来，反过来可以这转，所以大概要抓这样，慢慢找进去。갈래 체네 나온지 嘛，你自己比对一下， 아주 추니가 따다 되는 것다 然后躲开肌肉， 아니 진에 셔팅 좀 봐. 因为手掌很多肌肉，你不是要做表面的肌肉。 다른 것도 제야 돼 셔팅 거지 다 칼리고 셔팅 좀 제야 你是要做靠近这里这个位置， 맞아 제서 내다 들지라 알았어 所以上面的肌肉你要躲开。 제가 강을 칼리 여기 셔팅 좀 수수기 파 요구를 했어 哦，所以你两个比对，还在这个位置， 두세 然后慢慢进去， 갈래 지난지 躲开肌肉。 셔팅 좀 하고 对，就是你用工具的时候，你的工具也像你的眼睛，你要感觉你摸到什么东西。 제가 저런 거 잘라 펴주다는 저런 잘라대 저런 거 민도 지내는 다 저거 그래 가르치면 하고 있어 지금 当然手指也可以，但手指就是，像我的很粗就进不到里面， 나는 저 부문도 제가 나는 저 통발에 所以有时候你还是需要一点工具会比较好。 제가 되게 저런 게 잘라 펴주다는 이야기를 那你怎么知道它比较松？ 저런 가라지는 그런 뜻 마음 사비보다 하고 또 그러려나 你活动它的，例如说我们做这一根骨，做第二根，第二块骨头，就是它的第二掌骨。你活动掌骨活动度比较大，表示里面比较松。 저런 가라스 류한도 하고 또 그러려는 그런 게 있디 다른 이바데 고주 땅에 뜻은 고주 뭐 치어 땅도도 요한의 그런 뜻 류도 따딩게 哦，那我现在就是上来这边，因为我要做第二层。 제가 다른 게 이바 반이 이바 我刚刚是做下面嘛，那我刚刚是做这里嘛， 다른 거 니를 제사 알았어 我现在做这里， 제가 이 강도 되다 就是这一块骨头跟上面这一块交接的位置。 제가 니 강기르고 땅에 투창들라 所以你要从侧面上来。 제가 저런 게 수는 마용 그래라서 那我们刚刚是压这里， 제가 다른 거 스네서 들으라 像是压这块骨头的上面这里， 제가 다다 아니 이 강을 这不一样啊。好，所以我现在是压这里。 跟刚刚压的地方不太一样，对不对？ 다른 회사도 대긴 회사도 춘 너무 달랐어 酸的地方不太一样，对。所以你没有对骨头了解，你就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그래서 저런 로고를 주려면 저런 가르치는 하고 말이라서 哦，然后用你的身体的重量，然后力量要稳定。 아니 수수기 소금 비슷한 거라서 아니 저런 게 슈데 啊，你不要压很大力，有的人我一直压哦，这样你看这样就不行，他的反应如果这样就不行。
이제 그런 게 나중에 되는 되게 말이라.哦，你慢慢压，你慢慢压，它会酸就可以，酸它就会慢慢酸进去。 갈래갈래는 그런 때 사실 저한테 어떤 나 이거는 되게 rel았어. 그런 갈래갈래 지나는 좀 작게 rel았어. 然后再我就做，这做我就做这里， 이제 사실은 이제 되게 rel았어. 这是上面3块骨头的内侧地块。 저도 뭐저 강如果刚送去就我되게 나온 주들이 所以我找到桡骨， 저도 뭐 저기从桡骨下来这里， 레레스 올라. 这又是不一样的地方啊。 이거 뭐 사실 안내 카카 rel았어. 很酸吗？哦，它很痛，你就不能再压太大力。 그런 나서 이제 저런 휴식시간 님 말rel았어. 哦，这样它就慢慢这里就会松。 내려오지는 그런 갈래갈래 진도 来再看手，肩膀有没有再松一点？ 看一下，段老师，看一下。 有。 所以这个是有关的，就是你们要做的时候，为什么要跟你们说一边做一边要让它在测 test， 因为这样你才知道这里跟上面有什么样的影响。 세상에 너도 저의 요리라 세상 이 가르쳐라 그런 제기 다시 제기 올랐는데 내가 강의 저의 버시 啊，这里做完以后就要做这一块骨头的另外一侧，然后它跟倒啊泵是交接的。 세상 다다 뒤로 제사지라 뒤 축이 출신의 제 어때다 다다 르는 본라게 어떻게 투창들라 用手要这样， 그래서 라바도 시고리라서 说你要这样。 라바도 시 所以你如果不知道你这样活动， 저렇게 사먹고 해도 무슨 거지 당하았어 它在这里， 늘리셔라 这个间隙。 그런 게 투창들라 哦，你手要弯弯的这样推它。 라바도 좀 나쁘네 那这里也可以用工具，但是工具的话，最好要垫一个布，才不会那么刺激。 아니 베주 땅에는 저런 게 또 원래 레치아라 그래 아니 有吗？你垫一个布， 또 원래 레치아 才不会那么刺激， 아니 앞에 시간 나는 是吧？酸，差不多。痛还是酸？ 나는데 차거든 算 酸，对。所以你要弯这样。 어제도 지난 두생 오래랐어 哦，那没有的话，其实手指就够力了。 나는 지난 게 라바 때문에 진짜 그런 슈 나게 오래랐어 哦。那压完以后，你可以稍微活动。 내가 사실 지난 두생 그게 딴 오래랐어 那这个会影响到前侧， 근데 그 세상에 된들 지알았어 之前我有时候会用勾的， 아 거름이 누세 비올았어 근데 우네 라바 너무 우네 这样 됐다 这样，然后勾， 누세 这样勾着，这样勾着，看到了？是吧？活动。所以我们主要是让这里的力量，这个上下前后平衡。 지상가 저데 네가 저기 누쇼데 강도 우니 띵도 우지 어떻게 됐어 然后它过来以后，它会到桡骨， 대체 사실은 저기 레레스 건 레레 就桡骨这里就会很紧， 에디 지마까지 딜라 它就这里有东西会出来。 딜라 같이 잡는 거래라 你看，我们就这样再上来， 도체 등하네 是吧？酸，记得要靠近桡骨， 지상 디 레레스 줄은 만내 거다라 很酸，对不对？ 그래서 근데 你可以压着，然后活动它。 이거 좋다 然后这个那过来相对就是桡骨的内侧这里，
아니 디 제자는 거 저거 레스 그지 나오 그지 주더라 所以你要顺着骨头， 아니 라바如果你们就呢 然后你要先找到那个骨头旁边，慢慢进去。 那这种如果给唱的了你那可能满足不了这里，酸，很酸的。要唱的了 你可以压着，然后手再活动一下，手腕活动，这样它肌肉会拉动。 dus nede ane ngasugi laba dus guji jalre kache dus ya na kono gisha sharin samasis king bure guji jalre 转动。 kuraja 所以很多这里的疼痛跟这里是有关的。 cheza ma de chulo na ga ma cho de na ja yong 像我们说膝盖的痛是不是跟脚踝有关？ 不是那个sugi 道理 给我们那的嘛 sugi gamba kache jo tsam 因为力量是从这里上来的。 kache la de ti nyu shu de de le la shu de 当你的触诊要练习，你就会更打瞌睡，对不对？对吧？ dus kuraja la 然后再回到你这里上下互相做。 cheza de da ja ni ga des ni ga che gore la 전형적인 깁선도하다. 这很酸的， del pe cha gore la 因为我们手常常动啊，每天动不知道几千次、几万次，对吧？ 这种是你们进来了，他们这个肌肉常常一直拉去，所以它这个就会很容易疲劳。 这种是了，这他们夏天他们也忙过去忙当就可能 来，再看肩膀， 동단. 有没有更松？对对对，你看我都没有动上面， 像是那你刚当不上了，是的， 나도 내 뜻이도 还有一点，对对对，就是最简单的是这里还有手肘的问题。 한참 那这是觉得别当那个是给土木个你当用不了， 但是就是主要就是你要了解这里对上面的影响，它是有相关的。 많은 미라 这种做的可是好过了，像对我的当刚你主要也不好过了， 所以这个桡骨，我们刚刚只是做桡骨，耻骨是同样的道理。 这当然我是个 redis 这上了是的，安能的结巴了， 所以桡骨这里紧，所以这一端的这一端紧，所以相对这一端也会被限制住。 这种对我了当下呢，刚这样的可能我的，当真了会切这个的了。 所以你这一端松掉手腕端，你再来看手肘端，这里就比较容易放松。 对介绍就了，去那个那个中部的切了，就是是切就是它的问题就跑出来，你看这里问题就跑出来，可能个对那当切定到了，然后这里活动它。 我就当。 来，肩膀再动一下，怎么样？有没有再更松？来，我跟你讲，就是说这里松，其实它松到这里，对不对？这个是说那刚就多了， 但是它这里本来这里紧，它这里现在没有紧，或紧到这里。 这个他的这刚了，里面说人的当起来，对吗？本来是这里紧，当们都难到了，那现在这里没有，换这里，他的里面人的dis难到了，为什么？开心的了，想一下，有这个是上当到了。 버스턴. 因为这里的拉力，它这里要相对拉。 开始了，你个听说的当地听说你偏出都是听的了，这里了。 所以这里松掉以后，这一边就往后拉， 这种你的时候你啥就了，你才听过来了，就 所以你就动一下这里。所以这是两个不同角度的相对肌肉拉扯。 这种你看到了是那个属于可能的，出门到你看这个听说的。 성원에 들어.
好，还有这个主要是冈上肌， 근데 강릉은 저기 샤딩지요. 这冈上肌要做这个 레오치 뭐라? 刚上去，冈上肌， 강상지라고 이유를. 累什么事？还得累什么事？就是这里的肌肉到这里，记得吗？这样子，记得吧？冈上肌，好吗？所以你要按摩这里， 지난처럼 비가 记得吗？对，这边的 muscle 跟前面的肌肉是不同角度的拉力，它的使用角度不一样。这里跟这里是相对性。来动一下，现在怎么样？还有吗？ 스피니치스가 야샤. Stop сегодня, манда. Stop. Все, как бы.